即間我哋會舉行復活慶典夜間禮儀。今晚嘅禮儀以光、聖言、水、傅油以及感恩祭嚟顯示復活。光嘅出現驅散黑暗，嚟唱喜樂頌，宣佈基督嘅勝利。聖言嘅宣讀，體會基督今夜喺團體以及個人身上所獲得嘅勝利，並喺入門聖事、聖洗、獻祭同聖體裏面與佢相遇。已領洗嘅教友亦藉此機會重溫自己嘅洗禮，共慶重生大恩。聖祭禮與洗禮兩者喺本質上都係連結嘅實現。洗禮使我哋同基督重生，成為天主嘅子女，教會嘅肢體。而每次當我哋領受基督嘅體血時，就係不斷更深咁與佢結合。本堂已安排攝影師為受洗者拍照，各位切勿喺聖堂內走動拍照，以免影響禮儀進行。多謝合作，亦都請各位關掉你嘅手提碼嘅響效裝置，讓我哋懷着喜樂嘅心情，同受洗者一同靜愛慶典嘅開始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願主與你哋同在。親愛嘅兄弟姊妹，在今晚這至聖之夜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經由死亡進入生命，教會請全靠我哋的子女團在一起，守而一體。讓我們專心聆聽教主的聖言，舉行聖事，虔誠慶祝他的功績，紀念他的預言，懇求天主賜給我們懷有確切的希望，而分享主耶穌戰勝死亡的凱旋，並偕同他一起生活在天主中。請大家祈禱。天主，你借你的聖子，將你的光明賜給信眾，求你善化這生活，並因此我們借這逾越慶節，燃起對天上的嚮往，並能以純潔的心靈參與永恆光明的慶節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主係會喺復活中畫上記。往昔和現在全屬於基督，他是原始和終結，萬有真源，宇宙歸依，時間屬於他，世界屬於他，光榮與權能都歸於他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
現在鼓勵會表現服務亞洲。願主基督因他是神的，永遠相憑，護衛我，保全我。阿們。現在舉行燭光遊行，我哋大家一齊分享基督嘅光榮。基督的
喜樂頌係一首我哋向